像是床头内底人呢。你该太火，敲门，很甘地养出这只鸟。我甘伫咧内底。喏，我係唔會入去呢？会去喊。敲门，敲门。歹势哦！敲門係你大家就養出這隻鳥麼？賣門啊啦，會去陪你尋陽夢啦。兩個真等於是個小妹子，等一下啦。嘿，來弄來啊！先寫啲對啊物件啦。嘿，來，我來甲涼茶特別推薦，歡迎訂真上好食的招牌料理鳥pot。嘿，一公米2.5，3寸花鳥頭一定來食哦。嘿嘿，冇寫吼，很似要對心肝哦。係啊，落力啦，唔輸啊啦，我去來尋鳥的啦。會去較近行啦。你係愛人鳥豆子，睇會煮的菜，迄個蔬菜吼，係什麼菜哦？我聽你講，我日跑去真不做。係是這個麼？冇食過，只是聽到成樣夢啊！係日跑做的，聽錯夢愛人鳥太婆做的好食。好啦，按次講愛人，真漂亮嘛！會去來尋鳥的呢。哎呦，唔是你難緊嘛！哎呀，食破你電台，先是把我轉過來請嘛。冇好啦。鳥破2萬哦。真好食的鳥盤來哦！真好食嘞！難怪鳥會跳甲要硬，而食鳥盤哦。錯啊，真件酒好食嘞！真虧，我嘛係愛日跑做得愛食。是寶啊！會也係較近去尋鳥跳甲。歹勢哦，我請你先拿錢一下。2萬，攏總係你扣我。有獎啊冇獎，硬便宜哦。不該有獎啊冇獎，是甲因講便宜過台灣啊。食材真快呢，我填表10錢啊。是冇命啊，我嘛冇10出錢呢。不該啊，冇10錢。是哩。
替我人紧出门摕望10千呐。不过迄安心啦，你摕莫欠下的啦，我立马去整骨体，连40钱来哦。邓志海，太老客，我贵无记，我向爱食包蟹啊。食包蟹？你想他跳这哦？想你不是想啊？姚太傅啊，2010碰5千哦。太傅诶，这几两啥啦？我银没条底啦，真件敢若迄天平10千的。太免信，无钱互你是好些的，唔伫见笑，迄人拢是枪啊，他就唔是拿钱。那么我银落万棍好无？那甲迄因调表色，会准的无？太傅诶，唔是，我唔是迄个家谱。我袂出鸟。妇人唔是咯，你少很粗啊，买得小心人啦。太傅诶，听讲我娘去做嘞。你啊，苏文，钱几去欠米啊？错，钱几去欠米啦。行较近一条啊，面说，迄个电米做迄咩啊？搞得迄个哦。迄个小枪2万2喷，只家己退股，赶快吸枪。我家己退股吸枪哦。迄个也唔听痛，迄个才电不改啊。莫去就紧啦，真嘅冇要紧。老肥啦，我就 OK 泵。OK 泵，迄好些的物件哟。真要使哦，干那地线。唔系啦，系搭咧控制中诶。人生气哦。唔好听痛哦。安气好啊哦。酒生气哦，真嘅莫气人嘞。那个阿有啊，嘛就迷入去，现在已经做到冰冰肥。上晓啊，迄年几年啊？食包蟹哦，拜托迄唔系啲公司去扣人无拍本好冇？我讲迄个3界偏空，你该先管，管迄要该输钱啊！买该卡，买该卡！涨来了哦！食包蟹唔买做啊！涨来了，涨来了，鱼片涨来了哦！耶！可以，嘿呀！鸟会跳架，鸟会跳架！紧嘞紧嘞！鸟跳架！鸟跳架，等一下！小珍珠，迄个物件电落去啊！电爱下啦！小珍珠，小珍珠！我真来啊！酒香的哦，安jen子呀，现在几要改呀？我来做鸟喷。鸟喷，
可嫌呢？睇我也大家搖條架送啊！啊，讓望住大家那面嘅間房間喎。牛頭架，很皮做香味哦。可嫌咩？蛇仙主等下啦！哎哟，很娘就要接到汤顺你的飞嘞。蛇仙主等下啦！可嫌蛇仙主嘞！没啥。牛头架蛇仙主牛頭架得停下。牛頭架。牛頭架。牛盆，吉婆，你真嘅要做牛盆啊？係啊。來喲，糯米插絲哦，人質分餅，柔柔嫩嫩，乜得醬奶奶哦，堅韌米特別便宜哦。來喲，糯米插絲。